们今年第6届的五湖四海宴现在正式开始。来，掌声鼓励，谢谢。中秋节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连续3天在南洋国小这边进行了这个108位工艺师的这个作品展现。那大家可以来北港，然后透过这个就是五湖四海宴的这个传统工艺展现，可以去感受到在这个北港以及我们全台湾对于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底蕴。那同时，台湾的一个传统工艺的一个工艺老师，大家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最主要就是把他的工艺呈现给妈祖。然后今年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来自于全国116位不同的工艺师，还有我们2位，这个我们今年要通过了这个洪明顺老师的人间国宝，然后云林县的这个无形文化资产又在北港地区又多了大概3、4位，所以说对北港来讲，对台湾来讲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时间较容易。希望大家希望去观众，咱在有思维的观众都可以按钮。它是一个工艺的一个制度，五湖长龙的师傅很多，然后我每年都会呈现不一样的一个工艺作品来参展。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武媚娘这是为期大概2年的一个设计跟制作。它除了布袋戏的本身的一个规格改变以外，我们结合了手缠的一个缠花的一个文化。所以等于说是一个布袋戏的工艺文化跟一个缠花文化做一个结合，是一个。